呢個係腎病洗腎患者做完人工血管之後咧，可以睇到佢嘅切口。第一步係常規消毒，先用酒精進行一個常規嘅消毒。消毒結束之後咧，可以用碘酒紗布或者係酒精紗布進行一個切口嘅覆蓋。因為係一個積穿型嘅人工血管，喺敷貼嘅時候咧，就會俾佢留有足夠嘅空間去俾佢穿刺。做完之後，喺佢嘅人工血管走形區進行一個大鋼紗布邊嘅覆蓋啦。之後進行一個彈力繃帶嘅輕度加壓包紮，為嘅就係減少佢無菌性嘅炎症水腫，以及一個血清嘅滲出。從我哋既往經驗嚟睇咧，係有好處嘅。彈力繃帶其實都唔用彈得非常之緊，有一啲彈力就可以啦。每次覆蓋之前1/2到1/3，唔使拉得特別緊，拉嘅特別緊咧，遠啲嘅手咧就會腫起身啦。第二個，有啲腎有血壓唔夠高，或者喺活動過程當中咧，導致位置偏移，會令到彈力聚焦喺某一個位置。咁喺呢個時候咧，甚至有可能咧將人工血管咧造成一個擠壓。彈力繃帶加壓包紮嘅目的係有兩個，一個係減少水腫。咁如果人工血管建立咗之後咧，局部除咗手術損傷以外，仲有就係人工血管內嘅血液嘅血清會順住我哋嘅人工血管表面嘅微孔去滲透到皮下，術後嘅腫脹可能會比較厲害。喺彈力繃帶起到個加壓嘅作用之後咧，令到佢唔會向外滲出嘅作用，所以可以減少腫脹。另外一個就係沿住人工血管嘅走形區，我哋嘅含酒精嘅敷料敷貼嘅作用係咩咧？就係減少感染嘅風險。